出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1的10倍是10，10的10倍是100，100的10倍是1000，1000的10倍是万，万搁起哩就亿啊哦。当然，这个算啥？这个算程度的对比。台湾话若用程度的对比来表示，口气言语就真加强。头一句咱来开讲，讲一言一中，千言无用。这过去咱捌开讲过。早前咱讲俗语的册内底是写讲一言不中，千言无用，就是一句话若讲唔对，讲了无对当，千句万句拢无作用啦，一摆就爱讲互对啦。啊，毋过即马你出社会去听，俗语已经改变，因为一喙传一指，当然流传的中间原来会变换。即马人拢讲一言一中，千言无用，就是讲君主讲每一句话拢爱慎重。我讲我担当，每一句拢有准绳。啊，若无你若讲的家己唔坐效，到尾啊千言万语，人就甲你当作无作用。这就是质对比轻，程度的比较。每一句咱拢爱讲了，方会遵循；讲了，人会了解讲咱真慎重、真讲究。讲就担当，每一句话拢比黄金较珍贵就对啊。过来原来讲千甲万的比较，万就是千的10倍呢。啊，民间一句俗语话咧讲，讲千金买厝，万金买厝边。咱遮的长辈、遮的先民咧说俗语，你甲听，看外交说就好。买厝本来就真艰难的，尤其即马厝价有当着啊人讲爬上天啦。千金买厝已经歹甲片喘啦，万金爱买厝边，厝边要哪有才调买？遮的少年朋友，你听国情啊讲，原来即句俗语话就是咧讲吼。比较买厝搁较辛苦，就是讲咱爱当着好厝边，厝边无才调用买啦，但是爱比较买厝加10倍辛苦，去找迄落厝边拢真好做堆的所在，咱来徛起啦。唔只呢，或者千金买厝，万金买厝边，当着好厝边，咱的日子就真好过。你讲看样？啊，若讲到即个万呢，万呢，搁去哩讲到即个亿的，有当着啊吼，比较整理加强口气以外，台湾人原来会讲笑亏。来记两句啊趣味的咧。头一句讲，你来找国情啊，坐国情啊真好意。我泡一泡冠军茶，3万的冠军茶分你啉。国情啊，冠军茶到迄个一泡3万的。买手讲即句话的人家己的解说，煞唔知影讲爱先兄滚水，搁来冲茶泡茶，搁来添茶请人客。人咧解说讲吼，3万就是兄滚水兄茶万啦，冲茶泡茶骹手嘛万啦，搁来。连天地请人客，共款就真万，就是1万2万的万，甲骹手真万的万，讲共音的笑亏。过来另外一句，咱讲吼，咱咧趁正含万，咱若一步行，人已经3划走。啊好呀，人咧趁钱，溢来溢去，这拄啊甲海水，溢过来溢过去，迄个溢共音。所以讲吼，溢来溢去这句话，原来是讲笑亏，拍笑谈的，就对啦。